家己得奖的龙山国小全校50个学生，最近拢伫咧无用拟宝。本地是要配合着社区艺术改造，特别来学这拟宝课程，想要教这女儿是愈有兴趣，想要拟更较侪宝来增塔校园。囡仔按照家己画的线，豆豆啊凹手头的布，教室内底大家拢真欢喜，因为拟宝的时阵，因拢会当展现家己的创意。好玩啊！为什么？因为自己可以染各种颜色，依照自己的想法来做这幅画。你不需要说真的很会画画啊，或者是真的很会做美劳啊，它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轻易的有成就感的一个作品。用各种色料去涂白好的布，虽然看起来各种色拢蓝做伙，但是展开来甲看，到底布的色水毋哪拢无共，阁互人感觉真有特色。进前我要拟来互社区使用，即马遮的囡仔暗算要拟搁较侪作品，准备摕来装塔好玩。我想对孩子来说，是可以增进他们这个学习的一个成就感，还有创造他们学习的自信。另外，也把美带到我们整个这个竹崎乡里面。我想，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上课的囡仔讲，社区用会着干那2-3种色水，即马要拟来互学校，所以因会当自由发挥。拟宝老师表示，像拟宝虽然较无互人看作是才艺课程，但是为简单的配饰练习当中，囡仔嘛是会当培养自由的美感甲色彩的创意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